大家好，我係天際市場拓展有限公司嘅 marketing 同事。咁接落嚟咧，我會好開心同大家分享一啲過往我哋用咗 WhatsApp API 嘅商家已經得到嘅一啲成果啦，令到你哋對於 WhatsApp API 呢一套嘅系統更加有信心、放心咁去用，幫助你哋提升咗生意上面嘅營銷效果。咁首先同大家想分享嘅咧，就係關於一啲按摩、美容、中醫等等服務行業會使用嘅成功案例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其中一個旺角中小型美容院嘅客戶喺2025年11月啟用咗 WhatsApp API 呢個系統。咁大家可以見到佢嘅成果就係喺用 WhatsApp API 之前，我哋了解佢大概佢哋每個月嘅 booking 數目大概就係142個啦。咁因為好多客戶喺佢哋非 office hour 嘅時候去咗查詢，而佢哋未必及時回覆到咧，就導致咗一啲客戶嘅流失啦。咁所以喺應用咗 WhatsApp API 有一個24小時嘅自動回覆系統之後咧，咁就算喺非 office hour 都已經有一個機械人去幫我哋覆住撈翻啲客嘅時候，已經幫我哋撈翻大概30%嘅客戶啦喎。咁所以喺用咗 API 之後，佢哋嘅 booking 數目平均可以達到185個或以上嘅，咁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提升啦。咁而另外啦，關於客戶嘅回頭率方面咧，咁我相信大家如果做開服務類嘅客戶嘅話，其實都明白有回頭客咧，其實都非常之緊要嘅。咁但係其實回頭客我哋都需要有一定程度嘅跟進，甚至係一啲可能喺經我哋嘅廣告入咗嚟 WhatsApp 度查詢之後，完全冇咗下文，未幫襯過我哋嘅客戶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嘅成本嚟嘅。咁所以呢一間美容院咧，喺用 WhatsApp API 之前，舊客嘅回頭率係42% 左右啦。咁但係當佢哋用咗 WhatsApp API 發送咗電子優惠券呢一個策略，去吸引翻一啲查詢過但係未消費過客戶，甚至可能只係幫襯過1-2次但係冇回頭嘅客戶咧，透過拎呢個電子優惠券咧，就刺激咗翻佢哋從頭嚟消費啦。咁喺用咗呢一個策略之後咧，佢哋舊客大概嘅回頭率就可以去到67%嘅，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進步嚟㗎。咁而喺服務業上面嘅應用，咁 WhatsApp API 其實主要用嘅功能或者最吸引嘅功能係啲乜嘢咧？咁我喺呢度都會為大家去簡單介紹下啦。咁首先就係頭先所講到24小時嘅聊天機械人啦，或者自動回覆嘅系統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係幫助到服務業嘅朋友咧，其實真係喺一啲非辦公嘅時間都可以唔使擔心流失客戶，因為客戶入到嚟其實可以透過呢啲自動回覆咧得到一個充足嘅資訊去了解你哋嘅服務同埋個收費嘅。咁起碼會減少咗你哋客戶嘅流失先啦，亦都可以減少咗前線客服去應對客人查詢嘅一啲壓力啦。咁第二，如果客戶查詢完之後，佢哋有興趣可以登記試用，甚至係用一個試造價去嚟體驗呢個服務嘅時候，就直接可以有一個預約嘅系統喺入邊咧，用3秒就可以好快速咁樣完成一個嘅預約㗎啦。咁另外，如果一啲查詢咗但係未真係落到嚟鋪頭去幫襯嘅一啲客戶咧，我哋可以透過一個定期嘅發送電子優惠券嘅方式啦，配合翻一個自動回覆嘅按鈕，去俾佢哋刺激翻呢一批嘅客戶重新嚟消費嘅。咁最後啦，咁如果客戶都想領取呢個優惠券，甚至覺得你哋而家發送呢一個 promotion 非常之吸引嘅時候，而亦都過往都收到好多美容院啊等等嘅服務類嘅朋友去反映，其實好多客有機會都會係 book 咗之後放飛機嘅情況，係啦。咁如果配合埋我哋呢個 WhatsApp API 線上嘅一個支付系統咧，咁真係10秒內就已經完成晒所有嘅交易。咁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 WhatsApp 嘅商店去收取一個適當嘅留位費啦，盡量令到客戶嗰個嘅飛機率減低。咁其實喺運用咗呢4個功能，其實已經係幫助到美容、按摩、痛症或者中醫服務類嘅朋友咧，其實已經提升翻或者撈翻唔少生意。咁當然啦 ，WhatsApp API 咧其實就唔單止呢4個功能嘅。咁如果詳細你係一個服務業嘅朋友，而家你都好想了解呢一套 WhatsApp API 咧，咁就快啲去揾我哋去詳細講解，甚至做 demo 去示範啦。咁跟住嚟你分享呢個案例咧，就係葵芳嘅一間凍肉食品店咧。咁佢哋本身咧就係未有地鋪，係有 showroom 嘅。咁喺使用呢一個 WhatsApp API 之前咧，佢哋大概嘅客戶回購率啦，因為本身凍肉啊食品呢啲其實都係好適合做回購，刺激客戶重新再次落單嘅一個行業嚟嘅。咁喺用 WhatsApp API 之前咧，大概客戶嘅回購率咧就係47%，都係同樣透過定期發送一啲電子優惠券啦，去刺激啲舊客嘅時候咧，咁
之後咧，就大概客戶嘅回購率都上升到72%咯。咁另外啦，咁當客戶睇中咗你嘅一啲食品或者係一啲熱門回購嘅食品之後咧，以前喺網站再飛去網站落單嘅速度咧，其實相對慢啲嘅，因為有時啲客戶嘅信號接收得未必咁好啦，或者網站嘅網速未必咁快嘅時候，咁大概佢哋平均計過咧，以前可能完成網站成個交易咧都要需要40至50秒左右嘅時間啦，但係而家都係透過 WhatsApp 嘅電子商店配合埋付款功能咧，其實成個流程我哋從撳掣落單去到 payment 成個流程最快用10秒就可以完成啦。咁令到個客戶咧，一嚟佢個體驗係流暢咗好多啦，第二唔會因為佢等嗰個網站撈好耐而真係又流失咗一批客戶啦。咁如果你係零售類嘅客戶咧，譬如保健品啊、護膚品啊、食品、日常用品、海味鋪、時裝店等等、寵物店啊等等呢啲，其實零售類無論有鋪頭又好，或者淨係經營線上都好，都非常之適用呢一套嘅 WhatsApp API 系統嘅喎。咁如果假設你係有零售鋪嘅客戶啦，咁我哋都非常之建議你可以喺線下擺放呢一個嘅 QR code，用少少嘅甜頭吸引客戶掃描咗呢個 QR code 之後咧，就會進入咗你嘅 WhatsApp API 系統，都係同樣嘅方法，之後可以持續喺翻個 WhatsApp API 度發送一啲 coupon 啊，甚至一啲推廣嘅信息去維護呢一班客戶啦，刺激佢哋消費啦。如果你淨係做線上嘅零售行業咧，咁主要透過 Facebook、IG 或者唔同嘅平台去落廣告，或者係去曝光出 post 吸引客戶嚟消費嘅咧，咁更加簡單就係喺個 post 度留翻個 WhatsApp， 甚至喺廣告度留翻個 WhatsApp， 咁直接客戶有興趣呢個產品就可以直接 click 翻入去個 WhatsApp 度進行個查詢啦。係啦，都係同樣透過24小時嘅一個自動回覆系統去幫你去應對咗客戶嘅查詢啦。咁同時客戶睇中咗之後就可以即刻喺翻個電子商店度進行購買，10秒完成付款。咁當然最後一定唔少得嘅就係要維護翻同客戶嘅關係啦。咁如果你都係一啲比較真係可以重複回購嘅產品嘅，係啦，譬如護膚品啊、保健品呢啲，其實消耗品嚟嘅，可能用完3-2個月之後就要回購嘅，咁都係善用翻 WhatsApp 嘅 broadcast 廣播信息同埋電子優惠券嘅功能，定期發送翻俾個客戶，令到佢哋可以定期進行回購，咁會令到你個生意咧有一定嘅回頭客咧，一定嘅回購率咧，個生意自然就會穩定好多噶啦。咁最後同大家分享嘅一個案例咧，就係餐飲行業嘅案例嚟嘅。咁呢一間咧就係一個尖沙咀嘅日本餐廳啦，係2026年1月。即係啱啱今個月頭啟用嘅一個 WhatsApp API 嘅方案嘅。咁當時負責人同我哋提過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嗰邊嘅查詢非常之多，係啦，每日可能有80至100個查詢嘅，係啦，生意非常之好，但係負責人每日要花成大量嘅時間，大概3至4個鐘咧，係去覆啲客嘅查詢，而且係啲客戶去問嘅問題都係比較重複啲，咁令到負責人個時間都抽唔開嚟。咁自從用咗 WhatsApp API 嘅24小時自動回覆之後咧，其實負責人只要每日而家花30分鐘，大概睇睇機械人回覆成點，如果真係回覆得唔夠嘅地方，再去補翻就冇問題。咁所以你見到佢係大大節省咗負責人或者客服嗰個嘅查詢嘅壓力嘅同埋時間，我哋抽翻多啲人手去負責其他方面啦。咁而另外嘅就係都係啦，咁喺用 WhatsApp API 之前，回頭客都係有嘅，但係相對可能個比例唔係太多，大概30% 左右。咁都係啦，定期透過電子商店又或者發送一啲嘅飲食消費券咧，俾啲客去提一提佢哋而家你哋餐廳有出咗啲咩新嘅 promotion 啦，或者有啲咩新嘅菜式上架啦，咁就可以刺激翻啲客戶又再重新嚟翻餐廳度消費喎。咁所以錄得大概而家大半個月嘅時間啦。咁用咗 API 之後，回頭客咧其實已經慢慢上升翻去到47% 啦。咁所以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進展。咁如果你係一啲做餐廳啦、飲食啦，甚至係做展覽行業嘅朋友，都非常之啱用嘅，係啦，都係如果假設你係做展覽啦、有鋪頭啦，都係喺展覽或者鋪頭度，記得放個 QR code 度，令到客戶成為你會員嗰個嘅過程更加順暢。因為我哋舊嘅傳統方法咧，就可能用個 iPad， 甚至用一啲紙筆去俾客戶登記成為咗你哋嘅會員，再透過一啲會員系統發送一啲優惠俾佢啦。咁但係而家唔使嘅，直接掃描 QR code 就會自動入咗去個 WhatsApp API 系統度。咁你有咗客戶嘅聯絡，其實你之後去揾翻佢咧係非常之簡單嘅一件事，係啦。咁線上嘅廣告引流都係啦。
直接透過IG 或者 Facebook 嘅一啲飲食宣傳片啦，咁就直接引流翻落去個 WhatsApp API 嗰度，都係經翻個24小時自動回覆嘅機械人啦，去幫你應付咗前後嘅一啲嘅查詢之後咧，幫你消化咗前期客服嘅一啲壓力，令到客戶去轉化，係啦，回覆佢一啲重複嘅問題。咁第二，如果客戶覺得啊呢間餐廳或者呢個服務 OK，咁就可以即時用埋個預約系統去一氣呵成咁去約埋個時間啦。又或者如果本身你哋餐廳或者你哋公司有自己個 booking 系統，直接亦都可以透過自動回覆發送嗰個 booking link 出去，令到客戶可以即時幫你哋去預約啦。咁其實你見到前期係已經幫你哋減省咗好多嘅人力同埋時間啦，亦都可以定期去跟進翻啲客戶。因為如果一間餐廳都可以真係有唔同程度嘅回頭客咧，其實都令到餐廳嘅生意穩定咗好多嘅。咁相信呢一套系統都會幫到餐飲業嘅行業嘅朋友。咁如果假設你係真係經營緊呢個行業嘅朋友，對呢一套 WhatsApp API 有興趣，都係啦，快啲即時約我哋去做一個詳細嘅講解同埋個示範。咁最後咧都想同大家分享翻我哋公司嘅一個背景，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啦。我哋係一間本地17年嘅一間公司嚟㗎。咁本身我哋咧係做網站系統出身嘅，係啦，提供緊唔同嘅中小企方案俾我哋嘅企業嘅朋友去幫佢哋解決一啲目前嘅問題啦，同埋提升翻成個生意嘅營銷效果嘅。我哋提供嘅唔係淨係指一套嘅系統，而係我哋會喺服務 marketing 嘅策略上咧，我哋都會盡心盡力去幫大家提供更加專業嘅意見。因為 WhatsApp API 始終都只不過係一套嘅工具，而點樣去善用到個工具，點樣喺唔同嘅行業，甚至針對翻你哋唔同公司嘅情況去用得好出色，真係大提升嗰個效果咧，咁真係要花少心思嘅。咁而我哋係會專注喺呢一方面，幫大家去盡快啟用到呢一套 WhatsApp API， 而令到佢真係做到有效果。咁歡迎各位聽完呢條片嘅講解之後咧，就快啲約我哋做翻個 WhatsApp API 嘅示範同埋講解，咁可以盡快啟用，令到你哋個生意喺2026年都有一個比較大嘅提升啦。多謝大家收睇。